Kazoo Technology 係一間科技公司，喺2015年憑住一項智能卡專利技術進駐香港科學園。我哋迅速得到香港教育大學嘅支持，共同研發咗一套中文遊戲學習系統，就係女龜學習啦。女龜學習有兩大遊戲學習模式：中文字卡遊戲及 AI 筆順遊戲。喺字卡遊戲，同學可以先撳掣聽下字詞發音，再揾出正確嘅中文字卡，拍上部 iPad 屏幕嚟完成任務。而筆順遊戲係 AI 技術結合咗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喺寫字過程中 AI 會自動識別筆順對錯，再加以糾正。女龜學習屢獲殊榮，首先佢係唯一一套中文教材得到美國教育局 ESSA 嘅認證，而喺香港亦都獲發 HKICT 同埋 HKSDA 大獎。近年更加成功進軍海外市場，包括新加坡、印尼同埋越南添。女龜學習除咗有大受家長歡迎嘅個人版女龜中文冒險，仲有專為學校而設嘅女龜教學平台。老師喺製作教案方面就好似做 PPT 咁容易，除咗可以導入我哋嘅核心活動拍卡同筆順之外，仲有10幾種活動題型可選，而且閱讀理解等題目更加可以用 AI 生成添。如果老師未有時間製作課程，亦都可以考慮直接使用我哋嘅專業中文科教案，又或者去我哋嘅教案分享庫選擇合適嘅教案使用。教案完成之後，老師撳發佈掣用電腦去開展課堂，而學生就用 iPad 登入，就可以立即開始互動課堂啦。課堂完成之後，系統會自動生成報告，由全班去到個別學生嘅報告都一目了然。最後我哋都有全面嘅到校服務配套，學校仲可以使用教育局唔同嘅中文學習津貼去支援有學習困難嘅學生，金額仲可以高達6位數字。如果同學想喺屋企加強練習，我哋仲有一個女龜練字 App， 可以輕鬆由字詞表選字練習，同埋利用默書模式準備默書。即刻向我哋查詢到校方案啦！